中鋒 Nikola Jokic 臨近年尾先至掛彩，估計最少傷出4個禮拜。本身已經有3個正選傷出嘅丹佛金塊，究竟會帶嚟咩影響？呢位3屆 MVP 得主，今季表現持續超水準，場均29.9分排喺聯盟得分榜第5位，仲分別喺籃板同助攻名列聯盟之首，大癲啊！根據 PerNBA.com Stats， 有 Jokic 上陣嘅丹佛金塊，每100個 possession 係淨勝對手12.3分。之但係當 Joker 退下火線之時，丹佛嘅功力即時遞減至負6.3分，進攻火力直插落聯盟第27位嘅水平，你有幾咁得人驚 ？Jokic 傷出，除咗即時對金塊陣容造成影響之外，今次受傷仲有其他連鎖反應。過去5季 MVP 選戰中都係頭1、2位嘅 Jokic， 今次受傷好大機會中斷呢項紀錄。如果4個星期後復檢，估計大約會缺陣16場比賽嘅話，餘下球季只可以 miss 多1場比賽，先夠65場爭逐各個獎項。唔好指望金塊會喺 Jokic 養傷呢段期間大搞交易去補強陣容，丹佛手上已經冇晒首輪嘅選秀權，連可以喺交易入邊用嚟配對嘅薪金空間亦都唔多，所以極有可能只係靠而家呢班陣容頂到 Joker 翻嚟。對西岸榜首嗰幾隊嚟講 ，Jokic 今次傷出真係帶嚟幾大影響。連輸2場嘅丹佛雖然暫時仲企喺西岸第3位，但係同排第4、5嘅火箭以及湖人嘅優勢就越見縮窄，輸多3場仲分鐘跌落第7位，排喺鳳凰城太陽之後。一個唔好彩 ，end up 第1 round 就要對住雷霆嘅話，你有幾個冇癮？想知道更加多 NBA 得意消息、股勢及最新動態，請馬上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V-Base HK。